毋通做愚昧人，毋通戆戆无知，啊，做一寡害着家己性命代志，这实在是足无巧的吼。圣经讲，你应当参照智慧人，啊，这智慧吼，圣经有咧讲吼，讲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人会当敬重天顶的真神，按照神的道理去行，这款就是智慧人。啊，智慧人就会爱惜家己的性命，来随便去自杀，不会啊，哦。啊，圣经佫讲，爱惜光阴。你做一个智慧人，你就爱会晓保守你家己的时间啊。这时间就你的性命啊。你等着活着的时阵，会当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像讲囡仔你咧读册，你都认真读册啊，爱惜这个性命啊，唔通随便走去外面白做吼，啊做一寡歹代志，这就足无巧的。啊，所以这圣经才讲现今的世代真邪恶。这个世代吼，这个看袂到这个邪恶的魔鬼在统治吼，啊，所以世间就足多邪恶的代志在害人。啊，真侪袂晓的人吼，听袂开的人，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和乐，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喜信。现在为你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伫节目中间，咱依然邀请到赖英虎团队伫咱节目中间，甲咱做伙来讨论、讲解有关英语的一寡智慧。赖团队你好，诸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日节目中间想要来问赖团队一句英语，什么叫做“稳达达鸟鼠啊正牛角”？稳达达鸟鼠啊，正牛角，这句话真好听吼。咱知影吼，有当时啊，咱感觉讲吼，厝内一寡米吼，拢去互鸟鼠啊食甲吼，啊实在安尼，你掠鸟鼠吼，佫真歹掠吼，鸟鼠也真巧吼，啊目睭金丝丝安尼，哇动作佫足紧诶，揪者就入去吼，啊一声就为这空钻入去，啊要掠吼，就真歹掠。啊这稳达达吼，鸟鼠啊正牛角，意思就是讲一只鸟鼠啊吼。阵若是多走的时阵哦，软溜牛角入去吼，哇，稳达达，咱一定掠会到的啦，走袂去啊啦，一定掠会到，走袂去哈。啊，所以稳达达，鸟鼠啊，正牛角，是你甲咱讲啊，妥当啊。好，这个意思。啊，真妥当，因为一定会掠到啊咧吼。所以互咱想到讲吼，活在世间的日子吼，有当时啊，咱为着足济代志吼，啊真烦恼吼，啊毋知要安怎才好啦吼。啊有当时啊，咱也感觉讲吼，啊对某一样代志吼，咱安尼拢无把握。啊，要安怎才有把？安怎才会妥当？啊，实在吼，有当时用人的方法，嘛是佫失败去。啊，有当时去挖苦别人吼，啊，人嘛是靠不住吼。这个时代人嘛真现实的吼。啊，所以有当时真正要挖苦人的时阵，人有啥物困难袂当帮助你。啊，所以真正挖苦吼，要互咱过着呢非常妥当稳当的这个生活，实在爱靠天顶的神。因为人活着日子啊，实在是神互咱活着的。咱的生活动作尊老拢在乎这位真神啊。啊，神既然互咱活着啊，咱就要靠伊来活着。啊，咱信耶稣是保护，就是讲吼，凡事拢当借祈祷，啊免用什么圣礼咯，啊免去煮什么青草去拜哦，拢免安尼吼。因为天顶的神吼，伊毋是普通人嘛，人毋知会食物件。天顶的神是看袂到的灵哦，啊伊的灵佫是充满这个宇宙万有吼，各所在每一个角落拢有神存在啊。啊，神既然是无所不在，啊，伊佫无所不知，伊知影咱的心思意念、咱的困难、咱的需要、咱咧想啥物吼，咱这位真神拢知影。啊，既然神无所不在，啊无所不知，伊会当做天地万物，佫做人，吼，咱的五脏六腑嘛，伊会做，非常奇妙。所以神啥物代志都有办法替咱解决。啊，所以圣经吼，这个彼得前书内面吼，这个彼得长老吼，伊要安尼讲，讲恁都爱将一切忧虑吼写互神，因为伊顾念恁。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恁的修得魔鬼，才就好叫会使遍地咧游行，咧敲诈可吞者的啦。恁都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伊。这段圣经也是咧甲咱讲，其实啊，自从咱人类的这个始祖啊，亚当夏娃犯罪了后，这个世界是就交予魔鬼去管理。所以咱今日活在这个世间有当时也有足侪魔鬼凶恶的代志会临到人。是。魔鬼佫亲像这个吼叫的狮共款，我杀人较短足，较难食，可以吞食，伊就要甲咱吞食落腹真可怕。所以讲要赢过魔鬼，这佫看袂到的咱人佫是看会到的咱是属足的魔鬼属灵的你要甲伊做对敌，无可能。所以圣经才甲咱讲咱人实在要面对世间真侪困难要安怎过着这个稳当平安的日子就是要将一切忧虑拢卸下去。简单讲就是讲，你都要向天顶的神祈祷啦，因为神既然听咱世间人所以伊就顾念咱，伊就会保护咱平安。只要咱有心来倚靠伊，常常会向伊祈祷伊就会当听咱的祈祷，解决咱的困难当然魔鬼真可怕互咱拄着真侪不如意的事真侪凶恶的代志但是圣经甲咱讲你都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伊意思是讲，你若倚靠耶稣基督这种坚固的信心不管是拢会当祈祷求神甲咱保守甲咱保护，甲咱看顾，甲咱带领咱每一天的这个代志。那安尼天顶的神会看顾咱平安所以稳达达鸟水软牛角这是稳当所以靠神实在是上稳靠人实在改变真济。有一句话安尼讲讲钻牛角尖，甲这有啥物关系？钻牛角尖就是讲钻牛角尖啦。咱想看卖，真的钻牛角尖的鸟鼠钻敢钻会出来？绝对钻袂出来嘛。细条的细条都钻袂出来这钻牛角尖这是你讲到世间有足侪人因拄着代志的时阵因为因主观真强有这个顽固的思想，所以要甲开导有当时真困难直直甲解释啦直直讲互伊听啦，举例甲说明都袂解清楚，听无你你甲讲毋通我安尼做，毋通我安尼想，安尼毋好，伊就听无你所以讲这款钻牛角尖的钻牛角尖的人就是走袂出来啦走袂出来，咱普通就是讲这想不开啦想不开，这想袂开的迄款人这想袂开的迄款人到尾变做啥糊涂人像是讲咱有当时看到报纸足侪囡仔实在是足无巧，足无聪明的。为什么讲伊无聪明呢像是讲我记得报纸捌看到一个囡仔一个中学生的伊写一张遗书啦写讲我无活落去的理由，我想都想无讲伊为什么要活落去啦，想无活落去的理由，讲伊为楼顶蹦一跳来跳楼毋是灰色是黑色的可怜伊人生黑色的我想都想袂开我无活落去的理由，敢若这个理由伊跳楼自杀，性命真无彩我细汉老爸看我种辛辛苦苦伊老母怀胎10个月才甲生出来个安尼为细汉直直念较大汉起来用偌侪心神，偌侪金钱，偌侪爱心呢，结果竟然我安尼动一跳落就是钻牛角尖的人我捌听到一个在报纸嘛有写一个中学生国中的款伊普通时成绩无偌好有一摆伊考试成绩袂歹其实是伊拍拼读册得到成绩伊毋是偷看伊毋是作弊的但是伊的同学就是要欺负伊甲讲你一定偷看啦，你哪遐搞，你汉班人安怎我爸甲讲伊想袂开我明明我家己认真读册得的分数，你甲我讲我是偷看书，讲我是作弊得的分数，我人格互你侮辱去这个高中生竟然想袂开自杀去安尼自杀为着互人安尼欺负误解安尼伊要自杀所以这款想袂开的人讲起是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圣经内面伊有在讲这有所书第5章50到18节有讲恁都要谨慎行事做啥物代志还是想甲得底毋通想袂开黑白做安尼足冲动的足激气的到尾就出代志圣经讲你毋通做愚昧人，毋通戆戆无知做一寡害着家己性命的代志你实在是足无巧的圣经讲你应当参照智慧人这智慧圣经有咧讲讲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
人会当敬重天顶的真神，按照神的道理去行，这款就是智慧啦。啊，智慧人就会爱惜家己的性命，来随便去自杀，袂啊，圣经佫讲爱惜光阴。你做一个智慧人，你都爱会晓保守你家己的时间啊。这时间就你的性命啊！你等着活着的时阵，会当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像讲囡仔，你咧读册，你都认真读册啊，爱惜这个性命啊，唔通随便走去外面白做做一寡歹代志，这就足无巧的。所以这圣经才讲现今的世代真邪恶。这个世代这个看袂到这个邪恶的魔鬼在统治所以世间就足多邪恶的代志，你害人。真侪袂晓的人想袂开的人就受引诱，所以去做一寡自杀的代志。所以圣经讲唔通做糊涂人爱明白主的旨意啥款。咱活着日子唔通互你糊涂过日子啦。咱来明白天顶的神，伊的旨意是爱咱去做什么好事，怎去爱神爱人，这才上要紧。圣经佫继续讲你唔通醉酒，酒会互人放荡。这个世间呢，真侪引诱人的代志，我会熟悉的。这魔鬼的种种试探引诱这物质的物件这拢敢酒共款的，人啉了后会醉去呢，会沉迷落去呢。若安尼人就去放荡，做一寡违背道德的事。所以唔通醉酒，酒会互人放荡。是。圣经讲，乃爱比圣灵充满，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要赐予人，要帮助人做好行善，去疼人，就是神圣灵要帮助人。所以咱真耶稣教会你若来教会祈祷，会当求着耶稣的圣灵甲你同在。圣灵就改变一个人，你本来是作恶的，变做行善的；本来你一个歹习惯、歹行为，圣灵的力量甲你改变，你就成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人要做好做歹，实在上要紧，就是讲爱求神，互咱聪明智慧，会当按照神的道理去行事做人，来认捌这位真神，来敬拜这位天顶的真神耶稣基督安尼伊才是聪明。所以咱对今仔日这两句言语中间，咱来当认捌天顶的真神，若安尼咱的生活中间就真正稳当当有瓦靠但是咱的生活，咱嘛爱有神的真理。会当有了解明白神的这种旨意，咱才袂钻牛角尖。若安尼，咱的生活才会当得到一个更较安然、更较开阔、更较喜乐、平安的情景。咱今日真感谢罗团长，甲咱做这样好的分享。原咱做读圣经有神的道理咱都袂去钻牛角尖咯。多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叫我们遇见自大，叫我们脱离骄傲，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